最近因为方面的关系，所以落雨的量有较济。6月7号，伫台南龟林区嘛出现今年第一例日本脑炎的病例。台南市市长郭信良特别要甲民众交代，虽然台南目前还未出现天狗日的本土病例，但是伫家中如果有积水的所在，也是有桶仔，一定要记得甲因清理好清气，做伙来做好预防病媒蠓的相关措施。最近呢，雨天呢绵绵哈，那整个的区域里面都装满了雨水。那也是蚊子呢非常聚集繁殖的地方。那我们也除了防疫以外，我们要注意登革热是否会再次的重现在台南市。那我希望台南市政府呢，除了防疫工作要做以外，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，但是也要注意登革热是否会再来临台南市。我们要现在就要开始鼓励大家所有的民众将所有器具呢水倒掉。防止整个呢病媒蚊虫的滋生，让登革热在台南市不能够再有其他的疫情来发生。虽然台南已经做过各区里的天狗日环境卫生消毒，但是因为最近连续几天都拢有落雨，佮拄到经济站欠水严重，民众可能拢会有欠水来备用的状况。议长要提醒大家，一定要甲水桶用挂甲盖起来。如果有花开的话，就拢一定要定期甲清好清气。另外，议长表示，最近因为学校拢停课的关系，留伫学校的人数有限，市府应该协助学校相关的清洁，佮有消毒来预防病媒蠓的生传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